大家平安，咱要来开始啦吼。咱先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阮伫你面前感谢你，互阮透过网络来组织阮今仔日开始要对罗马书保罗的批信开始来研读来了解。阮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保罗伊所留落来。特别是对罗马教会的这个培训教导互阮会当来反省阮的信仰，来得到帮助。阮求主你来带领阮，束缚伫阮互相在了解咧分享的这中间，会当透过安尼，会当更较进一步来明白你的旨意、你的教示。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阮三个弟弟，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大家平安。罗马书吼，会当讲是新约内底上歹了解的一卷册啦吼。但是因为安尼，所以会当对罗马书来了解到，大概是保罗伊的神学整个的结构吼，甲伊对教会观甲安尼讲拯救观足有关系吼有小甲嘉尧长老小讨论啦吼阮咧想讲要用约翰福音，还是要用罗马书啦吼，所以就用罗马书做开始吼。毋茫我会当持续逐礼拜写啦吼，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吼或多或少安尼啦吼，我就不定那个进度吼，就慢慢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安尼吼。当然要了解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时，咱头起先嘛是爱对保罗这个人，或者是讲咱讲对伊写批信的这个代志顶悬来做一寡概念顶悬的了解啦吼。所以咱知影罗马书就足简单讲嘛吼，罗马书就是保罗写互罗马城市的基督徒的批信。到底当然是有教会无学者的讲法无啥共款啦吼。就是讲咱若对罗马书第1章第7节的经文来看，是讲我写互恁伫罗马上帝所听，我的经文拢用和合本吼来写啦吼伫咱的资料内底，我会尽量就是用和合本安尼吼逐个会当较简单了解安尼吼。所以伊伫即个所在无有讲到教会啦吼，伊讲到圣道证人吼即个到底是毋是教会有一寡无共款的讲法。有人讲迄个时阵就已经有教会吼但是事实上迄阵的教会甲一般咱咧讲伫使徒行传看到保罗所设立的犹太人以外的教会，其实这毋是迄种的形体吼或者是讲咱应该安尼讲，就是讲较简单来讲，较正确来讲，就是讲即摆若准讲罗马有教会确定毋是保罗所设立啦吼，毋是保罗所了解所设立的迄种教会形式。所以使徒行传19章21节讲，保罗伊一直想要去马其顿阿盖亚啦，嘛一直想要去罗马，所以伊也袂去啦吼。照了解吼，照伊的行程来讲，伫伊前3摆的即个宣教的旅游的即个旅行的中间，伊还袂去到伫罗马即本罗马书是伊伫第3摆去到伫哥林多3个月即个时阵所写的吼所以确定罗马若准有教会，嘛毋是保罗所设立即种的教会形式啦吼。所以，亲像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所讲的，讲若有即个教会
是到底有迄个形式啊无啦吼？当然咱知影毋是保罗啊，但是当初是若准有教会呢，嘛是迄种伊伫犹太会堂，咱讲寄附在犹太会堂里面迄种诶形式诶，啊未独立出来迄种基督教会诶即个物件啦吼，诶教会吼，所以咱也知影讲。保罗伊不但是想要去罗马嘛，望讲去罗马了有机会咱去西班牙，伊真望要甲耶稣基督各活即个丰盛的恩典介绍到咱所讲的欧洲啦吼，嘿，基本上伊的旅程吼，还未真真正正入去伫欧洲的范围，也是讲因当初是咧讲诶，即个欧洲的范畴内底吼。伊去到伫马其顿、希腊，吼，马其顿、希腊，所以保罗伊真侪摆想表达想讲，伊要去罗马宣告即个意愿，但是有一寡代志吼，像伫罗马书第1章13节、14节，伊家己所讲诶，我几若摆想要去恁迄中间，但是想要伫恁中间得到果子，啊，即个果子就是宣告啦，吼，伊诶工作吼。亲像其他伫外邦人诶中间共款，就是讲，伊即马咧伫第一届迄亚细亚吼，即马诶托尼基，第二届就是马其顿的呼声，然后落去到伫即个希腊吼，希腊就是搁较南边吼，我连面会互咱看地图吼，搁较南边。希腊就是去到伫迄个咱讲哥林多，伊伫遐住东外诶时间吼。伫迄个所在吼，所以伊伫无法度成型啦吼。但是咱对安尼经文大概知影，就是讲，伊足望伫即个希腊人、化外诶人，就是非犹太人诶中间来传福音，是讲得到果子啦吼。伫迄个所在望宣告，会当开拓到伫迄个所在吼。虽然保罗无有机会去罗马宣教，但是咱相信罗马的基督徒，吼，我就毋啥拢讲基督徒啦，吼，伫罗马的基督徒对伊应该有了解，吼，应该有了解。或者是讲捌听过伊的名声，吼，咱知影伊伫哥林多的时阵，捌拄过即个一对翁仔某对罗马出来到伫遐，逼其他因甲伊做伙，伫遐同工，因着伫迄个所在来甲伊做伙来做长病咧卖吼，等等的吼，罗马去遐宣教建立教会，一直是保罗认为讲是伊的责任，也是讲伊的使命啦吼。伊足想要去到伫迄个所在安尼吼。所以伊伫遮讲，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记住，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嘿，所以伊安尼咧写的意思就是讲，对当地罗马的基督徒对保罗应该有淡薄的了解，伊有即个把握，所以伊才大胆来写批去到伫迄个所在啦吼。到底罗马的基督徒什么时阵产生的吼？这嘛有一寡物件会当咱做伙来看吼。新学家认为讲罗马书吼是一篇足有即个教导意义吼，嘛会当上完整来表达保罗神学的一个想法，的一本册啦吼，一卷册吼。所以即个罗马书会当互咱足清楚来看到保罗对基督教教义、对教会的看法，吼，对教会的看法的一种的想法安尼啦，吼。好，罗马的基督徒安怎产生？咱等下伫读者的中间，咱会小可来讲着啦，吼。先来讲着作者，当然就是保罗写嘛，吼。保罗的名，咱知影吼，保罗伫《使徒行传》第9章前后做一个介绍，吼。头前叫做扫罗，吼，后壁叫做保罗，吼。照咱传统对圣经的读法，咱会感觉讲，
伊就是改名，就亲像迄个阿伯拉罕共款啊改名吼。有足侪人是有足大诶误解对即个改名即项代志吼。我之前捌服侍诶教会有一个长老吼，长老伊拢坚持吼，讲若会友洗礼了，拢叫伊逐个改名吼，叫伊号一个得救诶名安尼吼。你若甲问讲为什么？伊拢讲，圣经你也看遐受呼召阿伯拉罕啊、保罗吼，伊拢改名吼。迄就是对伫迄个当初是因诶名诶了解无够啦吼。保罗敢是真正改名吼？我感觉较正确来讲叫做改用另外一个名啦吼，改用另外一个名。好，用牧师家己做例啦吼。我伫美国12档诶中间，我若大概甲别人，无论是伫进前诶信义教会，或者是讲伫尾啊长老教会，我咧甲遮诶别人诶牧师，特别是较无熟悉、较生分诶，第一个见面诶，因对咱中文诶发音无介熟诶人，伊就会较习惯用你家己诶名安尼啊吼。讲一个笑话吼，我本来英语名吼，毋是即摆咧用即个吼。我自高中诶时代，伫福音船咧做志工诶时阵，迄阵诶宣教师就互我一个英语名，叫做 Bill 啊，威廉吼，威廉诶小名啊 ，Bill B-I-L-L 吼。逐个较早捌我诶是新人院，我大学部诶遮个老师同学拢知我叫做 Bill 但是我尾也改做 John 吼。John 是安怎改做 John， 足趣味啦吼。我一摆去拄到美国信义会大概第2档，要去即个芝加哥总会即边遮来开会。去诶时阵要去进前，因就咧问我讲，你诶名是啥物名？就伫电话中安尼吼，我就拼互因听安尼吼。因尾仔讲，你会当用你家己诶名，所以我就甲伊讲仁和安尼吼。毋知迄个人是听了毋对吼，还是安怎？我去到现场诶时，我顶悬诶名牌顶悬叫做 John 仁和吼，念做伙 John 安尼吼。我诶名就伫美国变做 John 安尼吼。这是趣味诶所在啦吼。这个当然对我来讲，对你来讲我伫台湾，我诶名就是仁豪嘛，吼，就是仁豪。但是伫阮兜来讲，阮兜来讲毋是叫我安尼，阮兜是叫我阿和，吼。新人院诶同学拢叫我豪哥，吼。若准讲像洪牧师因即阵建美教会青年拢叫我二哥，我敢有改名？我无改名，只是叫诶方式无共款。当然，这个要来用保罗新章甲阿伯拉罕新章是还不是很完全啦吼。因本身就有无共款诶名吼，一个是希伯来人诶名，一个是希腊人诶名吼。这咱就知影讲，伫因诶信章、因诶文化，甲因当时诶政治，造成因有用无共款诶语言吼，即种诶方法。是的，我来。吼造成因有即种诶物件吼。你像讲耶稣顶十字架诶时阵，顶悬一块牌仔吼，即个写犹太人诶王耶稣，伊用几种文字？用3种文字啦，吼，用3种文字吼。所以这是因诶背景吼，伫因诶背景，保罗伊本身是犹太人，但是伊出世诶所在毋是伫犹太地。伊出世诶所在是伫大数，大数伫倒位？连咪互咱看地图吼。大数是伫即摆土耳其、吼土耳其较往东边，足接近即个咱讲犹太地诶北边，吼北边遮。所以对伊来讲，伊本身就有无共款诶政治背景，民族诶背景。
佫有即种出世的即种的背景，像我前礼拜咧讲到，阮爸爸出世，我讲伊就是日本人，因为伊伫日本时代出世，出来就号日本名，佫读日本册，吼，因所用的语言就是日语，吼，伊的名就是保佑，阮中文讲叫李光阳，吼。安尼，伊是毋是改名？其实伊无改名，伊无改名。甲咱的原住民、原本地用汉字，结果因为咱即马民主政治了后，开始讲恁会当恢复恁的正名，因着佫改倒转来，这是无共款的好，安尼，这个部分连一点，互咱来思考来做讲啊好，伊的名第一个叫做Saulos Saulos 这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咱知影，保罗伊家己用希伯来人的骄傲我讲骄傲伊一开始用希伯来人来骄傲做伊的人生的目标啦所以伊一开始诚做一个迫害基督徒。我拄则讲用使徒行传第9章做界线伫第9章进前，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人。甚至第一个顺道者司提反去用钉死的时阵，伊搁伫边仔，伊搁足欢喜的伊搁足欢喜的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这是伊第一个背景啦第一个背景。伊是安怎用希伯来人的名咧做这样代志？因为伊要面对希伯来人嘛伊要面对祭司，伊是伫祭司的面头前领受到迄个命令，然后出去迫害基督徒，来压迫教会，这是伊的背景所以咱会当看到《使徒行传》第7章的第57节到60节，我无经文要放在遮伫咱的讲义内底。迄个时阵，咱看到讲，司提反去用钉死的时阵，圣经记载讲，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牧师拄则即个讲，伊用希伯来人自居，以法利赛人为荣，迄种的骄傲，伊伫遐用希伯来人的名，感觉讲，这就是我的认同，这就是我要爱做的咱另外会当对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8节，保罗家己咧讲到伊咧讲到。要安怎做一个谦卑的？讲到伊过去的骄傲伊讲我第8天受割礼我就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的中间的希伯来人。你看偌骄傲。过来，伊讲就法律来讲，我就是法利赛人热心来讲，伊是迫害教会；就这个律法来讲，伊是无通指责足骄傲的伊讲。这是我进前认为对我有利益的，但是当伊好掉了后，伊感觉讲这一切拢是迄个过去的翻译讲，那像粪扫如粪土安尼所以伊即摆感觉讲，伊只有掠主耶稣基督做至宝这是伊用扫罗的名的一种生命态度。过来，当伊受到主的圣神来光照、来改变了后，伊就用保罗的名。保罗 Paulos 这个的名是拉丁文，咱讲希腊语系的名。是安怎讲？因为伊当初是就是罗马统治的一个城市，而且伊所出世的这个城市代数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城市足大的城市。伫遐伊一出世，伊就诚做罗马公民，这是伊老尾会当去罗马一个足重要的原因所以咱是安怎爱对保罗的名声来了解的原因伫即个所在啦伊是罗马公民好，那亲像恁即马讲有叫做出生公民权最近美国嘛开始咧检讨出生公民权是不是恰当的因为有足侪人拢调工，特别是伫加州足侪大巴肚就去住伫迄个坐月子中心
了就生囝了就转去美国啊，领美国补助等等的这样。好，这出生公民权伫迄个时代就有啊，所以咱就知影讲，伊有两个身份啦，就像我咧讲，阮爸爸共款，其实是台湾人，但是受日本统治，伫日本统治的时代出世，爱着号日本名，安尼尔，阮爸爸会讲台语无？会啊，因为阮阿公阿嬷拢讲台语啊，所以这是就是迄个时代的背景，迄个背景。好，咱继续来看啦，咱就是伫经文的中间去看到讲，伊去改做这个名，改用这个名了后，就开始来这个罗马，也是讲希腊化的人来传福音啦，所以咱伫伊的改变的中间，《使徒行传》第9章，我拄则讲第9章是一个分隔点啦，伊伫迄个所在去互圣神来光照，伊去互圣神光照的即个中间是要创啥物诶？伫第9章第1节到第2节记载，伊要去倒位？伊足歹诶你看这经文的描写是足传神啊，伊讲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足歹就真正足歹安尼所以伊要去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即个路中去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即个路中来去互上帝圣神讲基督的圣神的光照透过即个光照，第3节到第8节甲咱讲，即个光是要来甲伊阻止伊讲扫罗行路要到伫大马士革的即个中间咱一般叫做大马色啦大马士革咱这大马士革咱现代人较了解伫倒位啦大马色的爱搁小可想一下好，伊要去逼迫教会的这中间这个圣神甲主动，伊讲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伊就第5节讲回答讲主啊，你是啥物人？主就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咱注意听伊第1节、第2节伊要去迫害基督徒，但是伫第5节的后壁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就甲讲起来你入去城，做你应该的爱做的事。伊应该爱做的事是啥物货？无讲无讲伊讲自然有人会告诉你好，同款的情形，伫迄个约拿书内底伫约拿书内底，约拿受呼召要去传福音、传悔改福音的时阵，伊拒绝上帝嘛甲主动甲主动，然后甲伊过互调转来经文无讲伊去做啥，敢若讲伊去做原来伊应该做代志但是伫即个所在，保罗所应该做代志，已经是甲伊原来要去做代志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伫即个所在，伊就开始改变安怎改变上帝真趣味嘛，你讲幽默嘛会使啦即个上帝的圣神的光来照伊就倒伫个涂骹当然是这中间有对话为什么倒伫个涂骹后壁咱就看到所以扫罗圣神就交代伊讲你就入去迄个大马士革内底有人会叫你安怎做安尼上帝互伊3日袂当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啦也不吃也不喝咱对第1节、第2节看到就是讲，伊本身是一个足歹足有权柄的人，伊会当四界去压迫基督徒会当去共掠起来。但是到伫即个所在，伊连基本的生活能力拢总无上帝废掉伊所有一切伫这个所在3日有伊特别的信仰的意义啦3日了后，伊会当搁看见
来代表为经历的迄个国外的能力吼。但是伫遮我牧师也要特别来小可提醒者，就是讲，对于数字我们不要太执着哈，不要太执着。你若伤过执着，就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有一些误解哈。迄个拜三，关于只是咧分享的一个网站，我袂记叫什么名哈。迄个网站，因为我还蛮陌生的哈，所以我看到他的资料之后，我大概就去查了一下，我查不到他的背景，但是我看过他的几个 YouTube 的东西，我感觉可能爱设计的是因为，伊拢甲你伊要讲的物件拢简化，简化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啦。我跟他讲一个例就好，就是讲，伊咧介绍迄个666跟777，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了哈。这个当中相差一是谁？这个就不能，这个数字象征不能用数学去算的哈。666是有不一样的意义，有机会再跟咱讲这个物件了哈。所以咱伫追求信仰研究圣经的这中间，不要变成数字迷信啊！我特别要提醒哈，3、6、7这个都有它很特别在当时候的意义。比如讲，伫这个所在讲生日，是要爱互伊经历迄种国外的性命哈。咱拄则讲约拿书，约拿书好，约拿书的生日咧代表耶稣基督要经历的生日死亡，第三日国外。所以耶稣才会讲，无阁有新者，只有约拿，有无？所以伊有伊的特别迄个伫迄个背景的中间所要表达的意义啦所以伫遮特别个人强调，不要把数字当成一个基督化的迷信我碰过很多这种基督徒好。过来第三日，伊就受到医治就是一个阿那利亚上帝的仆人，伫迄个所在，伊本来嘛足惊伊的但是圣神嘛甲伊讲，叫你毋免惊，去甲伊还手。这是记载伫第9章第19节这段保罗需要受帮赞，要帮赞伊的人是啥物人？是伊要迫害的对象，甲伊废掉规身躯的功夫，啥物人？是伊迫害的对象耶稣，甲伊帮赞的是伊要迫害的对象基督徒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来甲伊帮赞，毋但互伊得到医治毋但互伊得到医治，佮互伊来受洗受洗来归伫耶稣基督的名。咱若注意去回想保罗捌甲哥林多教会的人讲，我无甲几个人洗礼过，所以洗礼不是他传福音的重点。但是咱会记得，伊本身有受洗礼伊本身有受洗礼。好，佮另外一个问题，咱问耶稣12个学生到底有受洗礼无？咱伫圣经内底无看到啦咱会知影讲，伫迄个时代，洗礼的必然性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咱知影保罗本身有受洗来归伫耶稣基督，这就符合着伫大使命使徒甲遮个门徒去领受着安尼呼召，去互万百姓来洗礼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这个好。有真侪人真着惊，听着伊咧传福音听着伊传福音会足着惊，因为伊本来毋是安尼的人，完全相反第9章就是一个分界点所以开始伫迄个所在，对伫迫害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变成做传扬伊进前咧迫害对象耶稣基督的见证者。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上讲的，彼得的信仰告白彼得的信仰告白所以伊亲像彼得的这个见证同款，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圣神的充满了，伊大大的改变，开始来传福音开始传福音的热情，才造成伊伫路尾开始写书信
写互教会，写互国人，吼。这个对初代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使徒行传》第9章，咱咧讲到保罗的书信，袂当无讲的物件啦，吼。所以了后有巴拿巴来协助保罗，佮带伊去见使徒。使徒行传第9章26节到29节，然后看到讲，使徒就差派因2个人，叫巴拿巴甲协助，然后互伊会当去传福音，吼。当然，使徒拄开始看到伊的时嘛会惊，吼。这咱会当对26节到29节这个经文中间，也是讲更较接续的经文会当去看到，吼。伊开始转往希利人，希利人，就是咱咧讲的，毋是犹太人，吼。这嘛是保罗伊足清楚，伊要成做一个这个外邦的使徒的一个角色啦，吼。好，保罗甲巴拿巴伊就做伙受呼召，伫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咱有看到吼，伊伫迄个所在受差遣，出去外口伫传福音。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我会阁更新互咱吼，伫这第6点的经文放着所在吼，我家己的版本即内底已经有阁修正吼。所以咱伫遮开始看到讲，这边是犹太地，这边是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伫这个北边，耶路撒冷伫遮北边遮，连咪看地图，再去讲，遮一个安提阿正做一个宣教师差派的所在，就是因对这个所在开始的，就开始，所以因就开始来传福音安尼吼，来侍奉上帝伫迄个所在所以咱就看会讲，这使徒有差派巴拿巴甲扫罗因出去安尼吼。就开始听做宣教师啦，吼。好，咱一开始的时阵就讲保罗阁毋捌去过伫罗马，就写罗马书，吼。所以咱知影保罗伊本身毋是伫耶路撒冷，也是犹太这个犹太地出世的犹太人。拄则咱也讲着，伊是大数出世的犹太人，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伊咧受掠，吼，犹太人甲伊控告，受掠了后，伫耶路撒冷受掠了后，伊去互千夫长甲救起来，因为千夫长想要爱一个公开佮公正的审判，吼。了后伊才甲伊讲，我是罗马的公民啦，吼。开始咧讲到这个部分，吼。这就是伫这个21章29节所在所咧讲的到22章，伊这所在所讲的吼，伊伫遐咧讲伊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吼，22章这个所在伊就讲真清楚吼。人我是罗马人，若无受定罪，你敢会当后壁甲我拍吼？安尼有安尼例嘛？吼，等等的，所以伊讲我生落来就是吼，特别是第28节所在所讲的，所以咱讲出生的公民权啦，吼。拄则咱讲伫腓立比书第3章有咧讲到，伊是法利赛派的人，吼，所以他有多重的身份甲认同，甲认同，所以伊嘛借着伊宣告伊是罗马公民的这个机会，伊望会当去到伫罗马，虽然毋是真正去宣告，是为着要去审判。但是事实上，伊一世人中间宣告上长的算是罗马，也以弗所以外，罗马嘛带满2冬的时间啦，带满2冬的时间，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咱甲伊第4摆送去到罗马受审判，当作第4摆的宣告旅程，也不为过啦，也不为过这是我较意用的角度啦，好，咱伫几若个经文内底，拄则咱有看到使徒行传内底，伊也有讲到伫罗马书内底，伊嘛有讲到第1章13节到15节，伊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到你们那边去，屡次不是只有一次屡次再来另外15章这个25节到27节，伊嘛有讲等我办完了这个事。第28节，伊讲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那里是哪里？罗马。伊是写配予罗马书15章吼，写配予罗马哦。啊，伊的目的要去倒位？要去西班牙哦。咱知影迄个时阵吼，意大利罗马代表是最强的陆军，伊的统治的范围就是对意大利去到伫这个马其顿、希腊，然后佮跨过去伫亚细亚，就是即摆的土耳其，然后佮进到伫犹太地，吼，甚至佮较远啊，佮往这个两河流域迄个所在去，啊，一直到埃及，这是陆军的。代表海军的是伫西班牙，吼，伫西班牙。咱知影台湾过去受到西班牙甲荷兰的统治，因为因是海军真强的国家。啊嘛，福音，福音就是因为西班牙的关系，传去全世界，传去全世界，包括咱讲北美洲啦、南美洲啦等等遮个所在，甚至是非洲，等等。好。保罗伊出世虽然是犹太人，受到犹太法利赛派的教育真深，但是伊一方面佮受到希腊罗马文化足深的影响像我就讲，我讲到阮爸爸，阮爸爸伊就是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伊就受日本教育去学真济日本人做代志的款式。我嘛要甲同工讲，我若伫阮厝咧做工课，咧学做目工吼，所有的物件做了拢爱规定位，爱放啊足整齐啊，去爱穿啊足清气，这日本人做代志的方式就受影响所以保罗伊本身嘛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嘛受到希腊罗马的影响真深。咱对伊所写的遮个批信的中间，咱就会当知影，有足侪即种哲学的思考咱讲逻辑的思辨这拢受到罗马的遮哲学的影响当然伫政治啦、文化啦等等的伊嘛足爱去了解各种无共款的宗教遮教义等等的但是伊到落尾嘛是倒转来伫伊坚持迄个犹太教法利赛派的思想甲规矩所以伊就感觉讲，我是迄个犹太人、希伯来人中间的比别来人，我是法利赛派足骄傲安尼有啦，拢有受影响大数就是咱知影土耳其啦土耳其我连咪会较后壁较会有地图啦我会小可用着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程来跟大家三甲讲伊受到这样影响，我就不讲这些了这是大概伊的背景安尼去罗马的旅程，就是伊最后的人生的旅程，嘛是最后的宣教的旅程咱知影，就是迄个当时时，罗马的政府开始咧内乱，尼禄皇帝为着要来这个转移注意力，就甲迄个罪拢怪对基督徒开始对基督徒来迫害咱伫历史中间捌听过，就是彼得甲所有这个门徒等等拢去用倒挂在十字架上点火燃烧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咱知影这个保罗伫哥林多会去拄着亚居拉、百居拉夫妇，就是因为迄个时阵伊嘛开始咧驱逐非罗马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以因才会离开，才会落来伫迄个希腊的所在啦大概咱知影这个最后的旅程，就是保罗咧面对这的迫害这中间。嘛有人讲，就是伊就是受到这个尼禄皇帝的这个迫害好当然咱知影伊是为着要送去予皇帝，甲伊审问开始这个旅程啦嘛是因为伊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这个是第4次的旅行
我比较喜欢把它当成宣教啦，我拄则讲吼，已经讲到这个旅游安尼吼。伫书道行传23章，这我讲安尼毋是无理由的啦吼，就是讲书道行传23章11节，保罗家己安尼讲吼。当夜主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愿意甲伊即个第4摆当做宣教的旅程吼。使徒行传28章30节到31节记载着保罗伫即个罗马拢总住2冬的时间伫遐住2冬，而且佫有做足好的即个传福音的工作，写一寡批信写一寡批信来互这个国教会。我连后壁面今仔日若佫有时间，我会讲到后壁，就是伊迄个伊伫罗马是关的时阵有写几张的批好。这咱知影伊伫遐2冬的时间足足2年，所有的人若来，伊就去甲伊传福音拢无有人禁止，就好若亲像拄则所读《使徒行传》23章11节，上帝神甲伊讲，你伫耶路撒冷安怎为着我做见证，你伫罗马嘛要安尼为着我做见证，就是安尼来做回应没有人禁止他啦好。保罗的罪名当然是莫须有啦莫须有，甲耶稣基督同款啦耶稣基督是讲伊自称罪王，所以是政治犯、政治罪保罗的罗志的这个罪名是讲伊伫耶路撒冷亵渎圣地啦带外邦人入去伫圣地安怎安尼就对啊啦咱若转看《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0节的经文来写的我读一下啦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店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个地方基耶路撒冷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所以伊基本上是用这个罪名甲保罗抓起来为什么要用这个罪名？因想要用宗教法来治保罗要用这宗教法来治保罗但是咱知影耶稣受领的时阵，祭司家己讲一句话，讲因无治人死罪的权柄，但是因想要暗杀啦伫迄个保罗受领的过程的中间，因有几摆想要甲伊暗杀啦当然了后，伊就受落伫这个监狱内底啦保罗感觉讲伊有需要出来家己解释，所以伊就用希伯来语来做见证，来面对这个犹太人千夫长就互伊安尼但是真可惜迄阵犹太人逐死价咧缀伫保罗后壁要找伊空芳这就造成耶稣基督迄个时阵同款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嘛咧缀伫伊的边想要找空芳要甲伊陷害安尼好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伊所面对的即个困难伫倒位啦好了后伊就声明伊罗马的公民，咱拄则有看见我就无搁讲然后伊伫公会的头前来伫遐声明，伊就使徒行传23章第7节到第9节因就分封的王嘛来千夫长嘛伫遐讲共款找无伊的罪找无伊的罪要安怎嘛共款想要用耶稣迄招甲拍就准算安尼啦这保罗才会去讲着讲我是罗马公民，恁安尼无有任何的这个证据，你就要甲我拍等等这的好了后伊要送去这个保罗要送去罗马进前呢，先送去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啥物所在？该撒利亚甲千夫长住的所在是无共款千夫长住是平安营。
该萨利亚是一个因叫做巡抚啦吼，就亲像这个比勒多共款，伊当时驻扎的所在嘛是伫该萨利亚啦吼，啊，搁来分封的王吼，来这个就是亚基帕吼，甲百尼基来听保罗的见证啦吼，啊，所以咱会看到讲，伊伫千夫长的手中。上一伫巡抚费利斯的面头前，哈，但是巡抚尾后有换人啦，好，啊，搁伫这个分封的王是希伯来人哦，啊，犹太人哦，亚基帕甲百尼基的中间啊，伫迄个所在来做见证，毋但安尼尔，伊搁想要甲因传福音吼，叫因着爱来信耶稣基督安尼啦吼，好。搁有一寡淡薄时间，我开始来讲保罗的批信啦吼。保罗伫宣教中间建立教会，所以嘛就爱写批互这个教会，也是讲倒转去看吼。啊，但是亲像咱来看到第一届甲第二届的旅行的中间，伊本来第一届建立教会了后，伊第二摆想要搁倒转去顺会友，但是圣心不准，所以伊了就搁往其他的所在去行吼。啊。对这个教会了后，因为设立了后一段时间，伊就毋知影教会安怎，伊就开始用写批的方式来写安尼啦吼。啊，照圣学家咧研究，就是讲保罗的批信的格式甲当初时的格式没有差很多吼，没有差很多。啊，较重要是伊的主体中间信用的这个成分非常的高啦吼，而且伊的信话哈，配的上落尾请安的方式啊，甲一般无共款吼。一般人讲啊，你着欢喜健康，伊来用运费甲平安来请安吼，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啦吼，有一点点不一样。写批的方式，其实咱会当对经文的记载中间来去看着讲，真济批毋是保罗亲身所写的吼。啊，伫希腊的罗马统治的时代，因有即种叫做书记官。书记官因是这个官啦，还是讲伊的主人用嘴讲口述，啊，因着记起来，然后去甲伊整理出来吼。所以伫罗马书16章22节，有甲咱讲这个讯息啦吼。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哈。这嘛真特别啦吼，代笔吼啊，这个德丢伊就伫遐来请安，所以即句话请安毋是保罗要请安呢，是德丢家己加入去请安啊，嘛互咱知影吼。所以第一个是有代笔书记的存在。第二个是代笔者自己加入的请安，不是迄个伊的主人讲的吼，所以过来咱若伫第三个看到代笔者的名字伊叫做德丢吼，所以新学家就认为讲保罗真有可能伫房间行来行去，啊，得用哪讲啊，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记录，啊嘛真有可能因会去用拍灯，有人来找伊啦，还是有啥物代志啦，啊，伊就过工去继续，啊，有可能因为安尼，所以咱有一寡经文感觉前后文接不太上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哈啊，这嘛无法度介明确的判定啦吼。好，当然伫即个内底有真济拢是保罗的请安吼。咱嘛知影讲，书记的人要经过训练啦吼。伊即马记较重要了，啊，搁连咪转去吼，着爱个发展出一篇完整的即个批吼，亲像咱伫8月初3即个主体完成的赞美礼拜、感恩礼拜的时阵，咱有迄个记者来访问啦，啊，伊来拢嘛甲你简单问几句话尔，啊了后伊就转去就照伊所看到的翕相的，啊，伊听到的，啊去整理做一篇。完整的报道吼，大概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伫即种咱像记者身份，也是讲法院书记官的即种角色，伫迄个时代，伫希腊时代其实都拢有啦吼。这我想互咱来看到即个物件吼。
哥林多前46章21节到24节，这内底教咱另外一个信息。我保罗亲笔问安，所以这段会当讲是保罗亲自家己写，伊家己讲的吼，伊就伫遐来讲这物件吼。再来哥罗西书第4章18节嘛咧讲，我保罗亲笔家己问安吼，你们要记得我的捆锁捆锁，这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7节、18节也告诉我们，是保罗亲笔的问安好。圣经学家嘛认为讲，保罗可能嘛有这种同款的批信操作2份这个可能性啦所以有一些可以留着当参考所以咱就看到讲有一寡批信内底的内容有小可相似这大概圣经研究在讲的物件啦所以保罗大概伊咧引用旧约的圣经，伊就用74译本，伊毋是用希伯来文的圣经，真有可能的希伯来文无遐尼熟伊较熟的希腊文所以用希腊文74译本来做伊的这个基础来引用呢好，寄批甲送批当然无有迄个邮局啦也无即摆什么黑猫啦拢无啦拢大部分拢是用人送的有这个一种邮递的系统，基本上是拢以公家官方为单位啦通常都是拢请私人去送咱讲信差私人去送安尼好，保罗写的批信有伊的权威性保罗写的批信有伊足重要的权威性，你注意来看，伊若咧甲这个教会也是个人，特别是你看伊写互这个腓利门啦，写互特别是写互提摩太啦这个你会看讲伊迄种主导性足强的伊就足有权威因为这个人就是伊带起来这个教会是设立的所以伊有当时用指责的，有当时咧甲因教导讲，恁着应该安怎，应该安怎。比如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2节，保罗伊就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安尼讲：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足清楚我所传互你的，就是对主耶稣来的命令，所以你袂当无遵守是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你会当讲伊在写批信的这中间，其实是足有权威性的足有伊的权威性。好，时间也差不多1点钟书信的分类，我着后摆甲再来讲啦我来跳伫后壁的地图啦咱来看伫正手边这就是犹太地啦耶路撒冷伫上下骹上下骹保罗出世的所在伫这保罗出生地在大树，它属于土耳其好来，全世界在认定欧洲是从这条线来划分啦这边是属于亚洲大陆这条划分起来。但是土耳其现在是在欧盟里面因经过足久的申请，才互欧盟甲承认，是用黑海四周安尼单甲承认入来事实上你若照迄个陆地的造型来看啦其实它就是在亚洲的最西边啦亚洲的最西边所以咱讲亚细亚伫遮好这就是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呢，这边就是希腊哥林多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哥林多教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咱现在看到这个行程这是他第2次的这是第2次的行程，伊就安尼行安尼转来这就是保罗大概伊咧行的路程好这是咱看是的，这是第3次才来到哥林多家
第3次伊伫这个所在住东半吼，遮住东半吼啊，然后OK 好。啊，咱会当看到，我大概有用这个箭头啦。下个礼拜再让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哈，伊伫倒位写啥物册安尼啦吼。这我有整理出来安尼吼。好，大概互咱看到正个。有要问的无？这是咱即马看的保罗的背景，甲保罗甲培训，还是讲保罗甲罗马的关系安尼？有人要问、要补充，还是要分享的无？冠宇礼拜3是怎么说的？说我们受了什么训练？我们现在都不讲话，都用听的而已啊！哈，无啦，我是讲你是啊上班足忝诶，所以暗时啊就是无力啦，用听就好安尼。OK，有问题就问啦吼，还是讲要分享，还是讲好，冠宇。没事，我问者吼，所以最后晚餐迄12个门徒，拢无受洗是？没有圣经记载。是。没有圣经。有洗无洗唔知。唔知影，耶稣受洗时阵，因有受洗无？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写。是。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一直感觉就是因为伫咱的洗礼的礼仪中间，咱牧师会定来讲一句话，就是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是咧代表，要互你归伫白镜圣神的代表圣神的洗，所以那个圣灵的洗其实是比较实在、最重要的实质啦，那用这个观点来讲，我会说12个使徒他们有领受洗礼，有2个所在，一个所在是伫约翰福音，当因门关起来，伫遐惊犹太人去甲因逼迫的时阵，那时候只有剩下11个，因伫房间内底，耶稣基督搁我显现，甲因讲愿恁平安。哥给人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了，这是非常清楚的记载。使徒行传第2章，那讲到圣灵降临，圣灵如同火蛇一样，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能力、有勇气，可以讲各地方的方言。敢在众人面前来宣讲见证复活的基督，这甲因头前秘伫房间底四界走否认基督，生命完全不一样。我认为他们有领受圣灵的洗，安尼了解无？是有了解，多谢。好，还有无？甲遮后长老讲了，我就开始读册，开始写哦，无想到愈整理愈写愈济，煞毋知要安怎收煞呢？所以我就把它集中对介绍保罗然后伊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伊甲书信的关系，伊的书信要安怎分类吼？大概就集中在这几个项目了后咱就要会当进入伫罗马书内底安尼吼。好啦，多谢大家，互我有机会安尼安静坐落来读册安尼吼，乖乖读册，足久无安尼好读册。这届大家爱看过哪本册安尼，来慢慢整理安尼吼。好安尼无应验就到遮，咱请这后长老带咱祈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真的向你感恩。在建堂还有教会施工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不是还是为我们
付上非常多的时间在教导我们罗马书，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们有机会重新的来思想保罗在当初承接你所赏赐的大使命，在成为外邦人的福音使者的时候，主你是如何恩待他，他也在整个的宣教过程当中如何见证你的名。父神，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再次借着罗马书，让我们重新有机会来思想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的教导。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求主你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付上一些时间的代价，让我们真的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主啊，我们都求你继续来看顾、保守跟带领，让我们的灵命可以跟随我们自己的年岁一起来成长。谢谢主，我们为现场弟兄姐妹，也为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主，谢谢你赏赐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多谢牧师。谢谢。